即马啉咖啡是真时行，伫咧高雄小港病院甲社福团体就来合作，伫咧病院内底设一间咖啡店。毋但是培训弱势的少年人，会当互因有一个工作的机会。即个病院嘛特别来研发一种高高的咖啡，互吞烂有困难的病患嘛会当来享受啉咖啡的滋味。 这位查某店员泡咖啡的动作真熟手，伊叫做芊芊，今年才18岁尔，自细汉就有做咖啡师的梦想。虽讲家庭环境无介好，毋过有社福团体帮助，伊已经顺利考到咖啡师证照。这间239青年培力咖啡店，代表爱上过艺术，而且是设伫小港病院内面。 不仅可以培养我的一技之长，那让我在未来也多了这个咖啡师这个产业可以去选择。伫遮学习到一寡技能，那么对着伊以后毕业了后，对伊来讲是一个帮助。 那么对着家己的家庭，以后可能会反转。这间咖啡店毋若卖一般的咖啡尔，内面阁有稳装版饮料，就是这杯高高的咖啡。这时代因为有年岁，吞烂能力无遮尔好，若是啉咖啡可能会砸掉。因此，小港病院研发一种较高的咖啡，是甲珍珠剂加入去咖啡内面，阁袂走味。因为较高的液体流入去然后的速度会变较慢，互时代通享受咖啡的滋味。 应该是速度的问题，吼，因为咱一般人做到砸掉，是因为恁啉的速度伤紧，速度紧吼，咱若老化的阵吼，咱会咧吞的阵就做到砸掉。毋过每一个人伊需要的稠度无共款。这杯特殊的咖啡保留咖啡的香气，嘛受到患者甲家属的介意。这间239的咖啡店，毋但互搁较侪病患通享受咖啡，嘛互弱势少年人有工课机会，会当伫社会中学习。记者钟义辉、邱兆荣高雄报道。